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家己等病床的经验，或者是你处理4大人咧等病床？你敢知影？病院无欠病床，其实毋是欠迄个床，根本是护理师无够本。护理师大欠客，敢是加薪就会当安稳？今仔日咱来讨论这个国安问题。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北区会员杨慧婷。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湾护理工会的迄个会员，我叫杨慧婷。那么第二位是咱台湾护理学会咱的副理事长陈静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平您好，大家好。第四位是新光病院的副院长洪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继续咱来关心，这是因为中国进前公布了废台政策，讲要来挖咱的医护人才。台病院的院长吴明贤认为，中国的医疗环境甲态度无一定较好，诱因无介大，甚至呢有风险。那卫福部长邱泰源就是强调，对咱的医疗环境有信心，相信人才有缘会留伫台湾。中国用优惠加薪等方式，逐年提供200实在工作机会，招聘台湾护理人员。国内8大医术团体近日也发声明，呼吁政府重视医护人员出走的问题，唔通互欠人力继续扩大。不过，台湾病院的龙头台大病院院长高明贤认为，中国医疗环境加薪水条件无一定比台湾好，条件无大，佫有风险，无烦恼中国来抢人。我们不能比差。我们要比更好的，大陆绝对不会比我们更好。你想，社会主义的医疗怎么可能会让医护人员的薪水有多高？你假如是美国或是像澳洲这些进步的国家来抢我，倒是会比较害怕。8大医术团体伫声明中指出，真侪病院已经提出诚意，为医护人员加薪、留才、招揽人才。总统赖清德选情大赢，提悬健保点值。立法院也伫顶一个会期通过主决期，提悬明年第3季健保点值至少每点9.5，呼吁政府爱公告做到。我们一直在努力哈，那最重要的是健保的资源哦，是大家要珍惜。那我们会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邱泰源强调，健保资源有限，预算问题也爱努力争取。政府对于台湾医疗工作环境甲态度一直咧拍拼改善，相信优秀的医护人员也是会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哦，真侪观众朋友拢有这个经验，踮咧去诊所吼，一等1天、2天、3天的所在都有啦。吼，毋是讲敢若新光病院安尼啦，其他的病院也差不多，大家切个卖笑白。除了吼，你台北市联医啦，但是我甲你讲，偏偏联医卖，互你等咧急诊室，互你等，是为虾米？后来问落才知影讲，原来就欠恁护理师啦。我吼查了真侪资料，虽然真侪数字拢无相共，但是有差不多真接近的，就是讲，咱即马的即个学校出业吼有证照的。出业了有考掉迄个护理师证照的，但是无去就业的，超有40%的人，无去就业。我要问讲，先问讲，这40%的人是安怎想的？目前这40%有可能还搁伫遐咧想讲要看要去倒一间病院上班，还是讲要去基站的诊所上班？因为诊所上轻松，还是讲要去长照迄边遐上班？所以大家拢要选择较无压力、较袂有医疗纠纷的所在。安尼我较上班较轻松，阁会准时下班。但这种人超有40%占偌济？占差不多有10%到15%左右。OK， 对。那其他的咧，40%减超15%，剩下5%，迄就是
百面就是感觉讲，这道就足歹，我就袂参与劳动。有诶是先考照考起来，啊，我万一啊要去考其他的敢若餐饮科，还是空服人员，伊后迄个护理师执照会加分。加分。对。哦，所以迄有帮助。啊，有诶是先讲，啊，无我先考起来了后，我先去读研究所。啊，读完了，我感觉市场较好，啊，薪水较悬啊。后呢，我直接问你吼，啊，为了本来伫线顶的，啊，结果做了2档3档，做了心足切，啊，才摕落来，这种人有做无？嘛足侪。啊，这差不多你家己经验内面，差占几趴钱？应该有占差不多30%。30%。对，因为所以这他拄仔你所讲的讲啊，我摕落来，我想讲，无我来考这个空中空服员，或者是我来去考这个证照，还是创啥安尼？是这个意思。对。但是我看登记以来，拢差不多是60%呢。吼，所以这是一个登记以来这个因素拢存在的。对。安尼我来问咱副理事长。是。这登记以来60%，是因为动机无够，这钱无够，还是讲这个环境实在太歹？因为20年前的薪水，甲即摆其实差无偌济咯。所以20年前的护理师的薪水应该无悬啊，无悬，但是袂讲像即摆遮歹的歹。比较之下，相较比较之下嘛。对啊，其他行业拢咧起啊，护理师拢无请啊，所以当然就感觉阮这道搁较歹啊。哈，嘿，但是迄阵是60%，即摆嘛是60%。我在咧讲的是整体的环境，大家对护理师这个行业到底是感觉伊是一个好的行业，还是歹的行业？像有即摆大家囡仔生了少，敢袂互你的查某囝去读护理？如果整个社会的氛围拢无感觉这个是一个好的行业，当然，阮即摆嘛看到来注册要读护理系、护理科的人数都下降了呢。你若问我吼，你若问我，我会讲，上无比记者较好啊。做一行换一行啊，真是。我真正讲啊，你记者甲护理师嘛同款，无拜六甲拜日啦。对。啊，伊嘛爱论大夜、小夜，对毋对？啊嘛是1箍就爱去啊。吼，啊是讲即摆大家吼因风用为啦，就是讲我先下班来刷卡了，搁转来上班啦。吼，啊甲护理师嘛差不多啊，但是迄。记者即摆起薪，查甫的退伍的，嘛才28000啊！不会吧？哦，你看，所以我讲，这个就业率吼，先啊长期性拢维持这60%，是毋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就是讲，大家看到恁家己读这个护理师的人，当初时扣来学生都扣唔到，还是安怎？护理师对安尼想？我感觉你一开始讲的这。真是有可能啦吼，因为咱进前拢是用联考制度分发嘛，所以根本都唔知讲，到底自己是不是适合读护理这个行业啦？啊，有人嘛是讲啊，你都读4年啊，护理。我会问这吼，小等会过来讨论讲，咱大部分讨论了，咱问讲，会当开放吼，大学出业了，佫想要来考的人，可以来考。今晚我有学士后护理系啊。吼，但是真正咧读的人。无做。无，阮即摆已经有13间啊呢，13间学校有招收。啊，这就是大主力吗？没有到大主力，那当年都有9000人啊，啊，即摆13间嘛，才差不多几百人啊呢，所以很少。苏婷姐，你做记者，你来按怎看护理师？拄啊个平林讲着吼，我来讲是心有戚戚焉啦，因为你知哦，阮吼记者的薪水吼，毋是讲甲20年前共款，是比20年前搁较歹。我进前啊，我差不多30档，你要自由时报的时阵吼，阮的起薪是42000块。啊，搁倒退路。啊，即摆你即摆3万外，所以是有的行业奖是愈来愈差啦。啊，你讲护理师，我卖同大的差别2件代志。古早吼，较久进前，咱爸爸妈妈想讲啊，阮查某囝吼来做护理师，伊感觉
同就稳定。会使做先生娘。嘿，啊，怎啊吼，啊，拄着迄个医生后，迄个用做先生娘。我就讲，同主要是，伊讲这个行业是稳定的吼，你若要做，你唔惊讲无工课通啊做，你若愿意做，你有当时啊较济班啊是怎啊，你用趁有一寡，袂讲介好个，可是有别用饲你家己，所以以前感觉稳定。啊，即摆是安那？你讲，即摆有啥无共款？我因为即摆吼，咱吼，因你想讲北美你是做护理师，我会惊啊。比如讲拄啊讲。我去诊所做，我可无遐济危险，啊钱无差介济，啊吼诊所有当时啊穿水水啊，啊有当时啊拄啊去医美对毋对？啊迄福利嘛足济啊。兼做业务。系啊，福利嘛在济，啊你也愿意你做业务，你有钱会用趁的空间搁较大吼。第二，我用做家己的头家，譬如讲你拄啊讲，我即摆去做长照。我家己来经过我什么时间要上班，我家己来排我较方便的时间，伊时间的弹性较大啊。而且即马因家己开家己的居护所啊，我用做头家啊，我来做生意啊，我与其当病医吼，做迄内底同低阶的基层员工互人管，啊有当时足奇怪，你知影？甲阮讲3点开始上班，其实你2点半了去，因为你3点准备，写报告啊，系啊，啊，你讲8点爱下班，其实怎有可能8点下班？你有当时一个病人，我来讲，伊啊住2个月，你今仔甲伊接，你想看嘛？你也毋捌接过伊，你爱交班偌久，你才下了也吼。所以讲，伊这就明明甲做侪代志，啊，佮比起来讲，我是毋是家己做头？因为即摆讲伊的出路搁较济。伊毋是讲我家用做迄几个头路，我即摆足侪变化，我用家己来想，我的个性适合啥。所以你想看嘛，因定讲吼，护理师伊开始去病院伊做工课了，伊什么时阵有是离职的高峰？除了讲迄讲拄做就袂习惯，等一场10年10当了，什么时阵？我差不多吼，结婚啊。生囡仔，我的囡仔有一个较歹哦，小孩子小的时候还好带，较大他们野兽咧吼，做歹吼，较歹的时阵就开始讲，啊，我即摆工课时间吼嘛无方便，我是毋是干脆换一个工课？所以因定下讲，迄病院内底差不多10档的护理师吼，同好用多个离职，你有想看嘛？伊都10档，伊啥物拢会晓，伊学姐安尼，啊，可是伊这当阵，伊也是讲我家庭甲这个，我工课搁找着有啊。是毋是我用找较弹性的啊？所以即摆咱的护理师咧欠是讲咱的病院咧欠，诊所有一点欠咧。诊所无咧欠。嘿啊，所以我即摆讲就是讲，一个上重要是，即摆少年人啊，对做工课即个吼要求，甲以前咱无共款。因为即摆我做工课，我无想讲我一定爱为着啥物，我爱淡仔辛苦干嘛？所以咱定讲以前讲3K， 咱叫外劳来做对毋对？吼3K 就讲较垃圾的啊，较辛苦的啊，较危险的对毋对？所以进前咱所有的3K， 咱讲啊，咱国人吼无想要做这辛苦的、较垃圾、较苦，咱就讲是毋是义工要来做？我感觉你对即摆查某囡仔来讲，还是讲查某囡仔来讲，我就讲。护理师哇，有危险嘛？有啊，有啥可能拍的吼？啊，有当时啊有辛苦有呢，轮班那就久的呢。我即马遮好病嘛，我嘛是爱家变身啊，伊也大便我嘛爱家亲呢，吼啊有迄个垃圾啊，感觉是有呢。啊，我感觉想嘛讲，啊我用做别款。所以讲你即马咱少年人啊，对即个做工课即个代志，伊要求无共款。我毋是趁钱为目标，我爱我的生活有品质。我希望我做的工课是我会介意的，安尼变伊选择着。选护理师就爱特别的人格特质再选啦。苏兄姐，你讲的这我拢有当理解，这是人性，吼，你想要安尼，我也想要安尼，吼。但是如何要甲这个铺路吼，Q 大，就是讲，譬如讲招生，一直招会着人，啊招着正确的人，适合的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那真侪人咧话，譬如讲魏定英就讲，你加薪嘛，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呐，吼，像以阮做记者这度来讲，就是讲啊，因为这度这整个产业就咧对落啊啦，歹势吼，就咧对落啊，所以整个产值就无够遐压嘛，伊自然就袂加薪嘛。你起薪就是28000，要做歹台，啊后面个下一个过来，吼，但是护理师唔是呢，护理师是哦，这是卖方市场呢。啊，但是那招袂着人，吼啊，是毋是加薪就可以吗？这我实在是怀疑啦。副总，我想应该是安尼啦，吼，是毋是加薪就会使吼？应该是讲
无加薪应该就是无啥可能啦，有加薪可能袂使，啊无加薪就万万不可能吼。啊，所以讲就是讲薪资吼，这薪水的管甲加薪，这基本盘啦，基本盘，这一定要先人顾啦吼。啊，当然环境迄是另外一个，对，但是薪水伤低就莫讲啦吼。第二就是讲，其实你讲吼，咱们病院内面头一线吼，轮3班的护士的迄个待遇安那，其实我甲恁报告吼。以这个区域医院跟医学中心来讲，吼，轮3班的护理人员，白班、纯白班，第1年毕业了后，吼，莫讲阮星光医院大部分的病院，我想讲70万的年薪应该拢会使达到无问题。70万，这我敢在这个地方讲，医学中心白班，好，头1年毕业70万的。白班哦，不要讲讲大小夜金条，70万，年薪70万，我算13个月啦，13.5啦，那个13.5，阮是14个月嘛吼，这是绝对拢达一个月5万块，绝对达袂到的。但是副座，这个5万块是安怎谈？对，所以我就是讲，我接下来就要甲恁讲讲，是毋是这个薪水甲恁记者的差异啦吼？看起来就是讲，伊是看起来就是讲70万的这年薪拢无问题，对毋对？啊，你会感觉讲，这台务阁袂歹啊？但是为什么讲足歹招的？这就是安那，你爱付出偌济嘛？你想看吧，你即摆咧医学中心的头一线是最 critical 的 case， 上歹照顾的患者拢在医学中心，对不对？吼啊，一天一个 station 内面可能迄个啥，迄新患者出院甲入院的人数会足多的嘛，因为是急性医院嘛，吼，会足无用的嘛，吼。啊，第二就是讲，伫医学中心的风险真悬嘛，为什么伊爱面对啥物？面对伊迄个主治医师。甲伊之间的关系，伊爱个面对患者，吼，所以这风险嘛，管的东西压力个大，啊，搁爱面对伊学姐同才之间的压力，所以讲看起来敢若5万，敢若还好，对不对？没有讲真歹，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相对于付出的迄个能力，甲伊的心力，甲伊付出的迄个伊接受到迄个压力，我认为这5万就是搁无够嘛。吼，啊！恁讲记者虽然讲看起来2万8、3万块，但是你唔通袂记的吼。迄记者本身行到倒吼，大家嘛是爱婆婆塌塌呢。因为你起来甲阮采访的，哦，这袂使得罪记者呢。这是数经济来甲你讲。我知啦，我知啦，但是基本盘是无共的嘛。但是护理人员伊踮咧病院内面吼，主治医师嘛来找伊，患者嘛来找伊，爱拄夹喺中间呢。啊，伊的护士长嘛，定定有话无会讲，啊，你若个拄到一个护理长领导统御啦，较迄个啥，迄个 EQ 较歹的，哇，就惨嘛。吼，所以我认为讲薪水来讲爱调整，这是基本盘，先莫讲吼啊，环境爱好，比如讲护病比爱甲降低。吼，这一定的，吼啊，环境爱好，友善的环境。护病比吼，这讲个观众朋友听，这是什么比什么？护病比就是讲一个护士照顾偌侪患者嘛。像阮即摆是希望讲会使白班一个照顾6个就好啊嘛，因为国外有研究嘛，你若照顾第7个的时阵，30天内断医的死亡的风险会增加超10%左右嘛。所以阮就希望讲护病比爱，莫怪我见摆咧掉点滴的掉到拢出好嘛，对不对？啊，所以讲为什么即摆阮8大团体，阮就呼吁讲吼，咱爱吼保点值来救医护，就是讲阮有足够的这个财务的能力，阮就会使来吼来请更较侪护士提悬伊的薪资。啊，恁讲这个甲薪资起起来有效无吼？我以阮家己星光阮的例来讲吼。阮去年10月，甲今年10月，今年10月比去年的10月，轮3班的护理人员的薪水，吼调14%嘛，14%，都已经调过落摆，调14%起来嘛，调14%起来以后，今年我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今年来阮星光医院的护理人员的人数，甲去年比就净增加30个去50个啊嘛，就是讲有增加嘛，因为去年是上歹的时阵嘛，因为去年是疫情后的头1年。尤其是去年的10月，是咱全台湾关饭城关上多的时阵，就是去年的10月。但是今年的状况有较好，但是无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有较好哦，但是还未完全恢复。已经起14%，对。啊，你感觉啊，还有起的空间？当然有啊，只要我认为讲，你政府，我嘛甲8大团体的这理事长讲，政府若会使承诺讲，阮明年。6个的时阵，点击会使到0.95的时阵，吼，阮这个病院的这个经营者一定搁甲护理人员加薪嘛，这是一定的嘛。副座，这有一项吼，爱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可能有观众朋友会想讲，
啊，你那就要等着政府互你什么点击互你加，恁家己就爱先刷吧出来啊。所以阮嘛最近阮做一个调查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在即个阮的私立医院内面吼，80%拢有，吼80%的即个病院吼，加薪超过4%以上，80% 的病院加薪超过4%以上，这就比公务人员较好嘛吼。第二点，加薪超过10%的病院有14%，吼啊7%到10%的病院嘛有超过14%。这中间。对，所以我意思是要表达讲，阮这个病院大家已经是嘛是讲尽阮上大的能力来加薪。其实加薪吼，免政府甲阮讲啦，为什么？啊，我无加薪，人就走去北京啊嘛。对不对？啊，伊无走去北京，伊嘛都走去长照机构啊嘛。吼，你会讲啊，啥讲可能有的长照机构经受会可能汰污，吼，还是讲这个地区型的病院，伊的待遇可能无像医学中心较好。啊，为什么因遐嘛是讲有的护士袂走来阮遮的原因，就是讲，因为我还是爱个强调，就是讲你的压力有偌大，你的薪水是一个对等的。有的社区病院吼，为什么有的护士踮咧遐伊个带会调的原因，就是讲伊薪水可能毋是遐好，但是伊的患者较好照顾啦。post pen。好对啦，啊大部分拢是慢性的，啊就是带遐啊较无定定，逐工拢有人咧出院，对不对吼？啊，迄患者嘛较稳定，啊就慢性病嘛，慢性病这个为主。但是你若是咧病院，像台大荣总这种病院，这都敢若战场上咧修台共款，逐工拢是最 critical 上急。上歹治的患者，拢是在阮即寡病院嘛，所以你即寡病院则歹治的患者，拢在即寡病院的时候，伊护士的薪水，你若无甲提悬的时阵，伊哪留会调，就是即个道理呢。副理事长，他要补充一下。对啊，我就感觉那个副院长有讲的吼，我足要该拍手当然啦。上重要的吼，其实我最近做一个研究吼，去问讲护理师要互你留落来，你感觉上重要是什么？足够的薪酬、薪水当然嘛是上重要。第二个是。我爱被放假，就是讲我工作跟我的生活爱 balance， 这上重要。即马就是人无够啊！我讲，就算在劳基法下面，伊要放假嘛是互直直讲高听讲哦，拜托你，互我时间爱去预假，互我会使踮咧我想要放假的时阵放假，连这都做袂到。你讲护士哪有可能留会落来？第三上重要的是工作意义，这个做这个好的，我感觉有爽。如果整个社会氛围，拢感觉这个护理师是一个歹溃上不来，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就像拄仔讲的，薪水是一个上重要的问题，工作压力啊，你怎么样去平衡？像讲的，为什么10年大家都要离职？因为你家庭生活啊，所以你怎么样子去弹性排班啊？这拢是咱今嘛政府咧讲的代志啊。所以吼，我甲你这个证明讲了无？我甲这个背景讲一下吼，这是。整个台湾的世代的差异啦，基本上叫 Z 世代。Z 世代这寡小朋友吼，因的工作的态度甲想法，甲咱过去无同。咱以前的护理人员薪水嘛是安尼时阵，但是伊加做伊拢感觉我是做功德的，我是对社会有贡献，我是一个白衣天使哦，都每天都护士节大家拢甲称赞，迄个道德的光环吼，会让支撑他们吼。你较少一个动会掉，伊感觉这是一个神圣的任务。但是即摆世代，伊会感觉讲权利跟义务是爱对等的，头路是头路，生活是生活，他不跟你啰嗦的。薪水较歹，伊就是去别掠尔，伊要甲你讲啥物物件，这是世代的差异。所以面对这个世代差异的时候，我们护理的环境，你若无法度薪资上甲做调整，你无法度在环境上做调整的时候。当然，因就是袂选择你这个所在嘛，因为因太多的选择，伤侪选择啊。以前无的选择，即马拢有啊。我举一个例啦吼，以前哪有啥物做美甲的护理师较少啦吼，啊以前哪有啥物直播带货的护理师嘛就少的，啊以前哪有啥物长照机构的，啊哪有啥物职场护理师都没有嘛。但是即马这些职缺全部拢造出来，你有一张护士牌吼，上无40个头路咧等你。你有一张 license， 40个头路咧等你，就是安尼啊。比记者好真济。当然专业训练呢。你有这张 license 吼，大家拢甲你欢迎。航空公司嘛讲，你有护理人员 license 加分，一定加分的嘛。所以这我现在可能要请教苏经济啊，就是说，这个铺路那个优大吼，当然，顶沿呢有可能从精英的搁导入这个护理单位，啊，其他伊可能志不在处的。
伊可能去航空公司去倒位，因为你人数若济，才有通够分。因为即摆就是铺路无够大，规定是毋是安尼想，还是讲你有其他的诉求？有，因为阮有调查过，阮的问卷调查有调查过，为什么阮会提出下流护理师3高跟3低？为什么？因为我们调查过，3高是哪3高？这边有看到吗？你给它读出来不要紧。高工时，然后再来的话是那个高风险，因为风险很高嘛，大家去我们没去我们怕，再来高压力，就像刚刚那个副座所讲的。每天工作环境不是被主管压榨，就是被病人压榨，然后再来就是对医生可能心情不好，对我们咆哮，然后每天就这样压力，还有同才之间打刚的吼凶，底下顶金，所以造成我们的所出来的那个问卷调查是这样。然后3D 的话是哪3D？刚刚副座也有讲了，薪水低，然后再来的话是尊严很低，因为大家都不尊重我们的护理人员。那你护理人员了，干嘛讲我这么热忱出来工作，为的就是要让病人康复，可是却没想到得到的回馈竟然是这么差，然后负能量也越来越多，然后再来就是劳动条件越来越差，那这样我们根本做不下去啊。不停，你他所讲的，有的用钱会当解决的，吼，但是关于的尊严 respect， 吼，大家要给你尊重，还是讲这个社会声誉，吼，要安怎来提悬？恁尤其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讲，这个你有压力，其他的职场内面嘛是有压力啊，吼。所以恁这内面，在我听起来有3种点站出来，一个是真正就是薪水，就是无迄个价，就无迄个价单嘛，吼，一种。一种就是讲这个市场职场内面就是有头家辛劳，有的安尼。这种有的就是讲整个社会环境对恁这个职业无够尊重，你感觉倒一个上要紧？我感觉倒一个上要紧，我是感觉尊严甲薪水，这2个上重要。你就讲2个，我讲一个。一个哦。若是一个要你提，你用钱来换，不要紧。用钱来换，我感觉尊严甲尊重专业，因为即卖病人其实。从疫情之后，他们其实对我们都非常尊重，可是，在急的时候就会对我们咆哮，那我们会受不了这样的状况，其实会觉得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尊重我，然后可以沟通，不是动不动就是在那边匹配给。因为迄病人来起歹吼，那是起歹恁啦，嘛连倒了台医师嘛是有啊，吼。即我要问苏经济啊，就是讲这外在环境吼，要安怎对待这个护理师吼？以你这走30年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经验，是咱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如此，还是讲有啥物机制，咱会当从此咧，还是讲当年这个护士节、护理节就安尼，大家真正真赞，安尼就好吗？我感觉其实。倒一个问题就是讲哦，其实这个问题毋是敢台湾尔，全球拢共款，就是因为即马拄我讲的Z世代啊，咱即马Z世代这人对工课伊的定义是甲咱无共款的，所以咱必须讲，因就是讲，我有一个工课，我不爱互我家己伤忝，我爱踮这个工课内底，我感觉过了我爱满意，无一定讲爱趁介济，可是免伤少，嘿吼。问题就是讲啊，你看哦，我坦白讲，你讲护理人员，咱30档还是40档之前，迄当阵的护理师哦，伊的工课是护理师加即卖的看护哦，你仔细看，以前叫做全人，这样是早迄当阵是安尼哦。专照顾。专照顾，你讲迄个拍痰啥，迄全部拢是护理师来做，所以即卖其实来讲，即摆咱已经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讲较专业。需要专门的技术，你可能要有这一定的这个证照，你才能做。咱是护理师做，其他讲吼，一般家属会用做的，伊可能即马真济拢是互这看护来做吼。所以咱已经老实讲，即马护理师已经是往专业来行，咱无叫伊做这的吼。所以以前咱感觉讲也是无互受尊重，其实是讲因为一个。
病医内底，咱其实病医内底除了医师了后，其他拢无感觉真受尊重啦。我跟你讲，真正即马想讲我读食品的，我读食品的嘛吼，真正营养师，因你嘛想讲营养师食啥这薪水嘛是无悬啊，规个办的就是安尼啦。啊，病医就是这是医生，这是其他人嘛，就是安尼嘛。哦，你讲到国王的新衫呢？嘿，我讲实在就是安尼啊，啊就是讲，其实大家南遐拢有一寡相对剥夺感啦。啊，这是啥造成的？这是医师的这个系统造成的吗？所以我感觉这是健保的支付方式造成。你讲，咱大家人吼，大家人对这个病人伊的病情的照顾，吼，拢有贡献，对不对？可是咱即马健保咧付钱的时阵，咱敢看到医师的贡献。比如说，你看一个病人，伊看诊有偌济钱嘛？一个诊300点、400点，对不对？头顶啊呢？啊，譬如讲，即摆你开刀是毋是就有一个开刀的钱？啊，我请教你，啊，即摆病难道开刀是医生一个人吗？我免手术房的护理师吗？我免其他的人来帮衬吗？哎呀，可是阮每一个人大家看起来拢变成本呢。哦，甲伊哩趁钱，啊，阮拢成本呢。啊，所以是毋是伊哩食，阮哩食？可是总讲，咱即摆后摆，咱会用去合理化来想讲，每一个人伊的贡献，所以伊也参与的时阵，这个护理师才有几点。好，所以我做一件代志，拢有我贡献，我应该摕到的钱。所以即摆我免去问病医讲啊，病医讲我有钱，我再甲你调薪水，毋是，我就甲医生共款，我做过偌济代志，我有几点，我就是我爱摕。所以我毋是问别，毋是讲大家讲哇，我就是成本啦，恁遐拢来开钱的啦，人拢趁钱的。我讲，所以咱迄当阵咧算讲啊，我安那互病医钱，我安尼就毋对，你知哦？所以爱甲阮当作阮嘛是一个赚钱的单位，我毋是一个成本的单位，安尼就无共款咯。吼，其实这真是嘛是阮即马咧讲的吼，就2024年吼，国际护理协会都直直来甲阮护理师讲，你唔通大家都咧，逐工咧想讲，你咧做功德安尼啊。上重要，你爱甲政府去证明你的经济价值，这 power of nursing， 都直直咧讲这啦。其实就像刚刚慧清姐讲的，本来就是啊，你一件代志无可能都是干那一个医生，拢是一个 team 嘛。问题是上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医院，起码所有都是师级护理，都是讲就一点讲，好像还有大多数都是专科毕业。所以为什么阮护理界起码常常咧讲，如果赖总统今天常常咧讲医疗人才培育真重要，我嘛想要把我们的养成教育拉到大学啊。因为你看其他的营养师啊、物理治疗师啊、药师拢是大家，嘿啊，即马大学还有按个护理。啊，还有60%的护士的来源是护专呐，所以当然好较算的啊，互副座来讲者。应该是安尼讲吼，我的研究是安尼吼，咱台湾的这个护理师甲医生的这个薪资啊吼，差不多是差7倍左右啦。7倍啊！7倍啦吼。啊，在国外来讲吼，欧洲一些国家来讲吼，伊大概是4到5倍，所以咱台湾的状况吼，你会使讲是差7倍，看起来真多，但是唔是讲医生特别悬，咱的医生甲香港、新加坡来比，嘛是低呢吼，所以唔是讲医生特别悬，是咱的护士伤低。所以我即摆在讲的就是讲，咱的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爱往上调。来甲医生会爱较接近吼，譬如说从7倍变做5倍，还是6倍的时阵，啊，这差距就会缩短吼。所以这内面就是讲，他多在影片内面咧讲的吼，就是讲即边咱大陆中国在甲咱的护理师遭受这个代志，我甲恁大家报告，其实以前大陆甲咱的医生的手吼无效，为什么？因为咱这边的医生的这个待遇甲大陆是有差距的，这拢绝对无问题。但恁去想一个代志哦。大陆迄边，你讲护理人员，咱家是差不多4万块至5万，就是人民币头10000块桶尔，1万块桶。你得想看卖吼，因若要去较侪用15000块、2万块，甲你下手的可能性，敢拢无？我跟你讲哦，即边这是头一摆，为什么我这个代志是我头一个提出来讲的？其实大家会使讲啊，即马咱免惊，反正咱的薪水甲伊有差距啊，而且遐有风险啊，咱袂去。对啦，即马袂去，啊以后咧？这是一个 signal， 一个警讯嘛。迄个警讯就是讲，哇，连大陆都在甲咱下手啊呢。以前是香港、新加坡甲咱下手，啊，因为有的人英文能力也会使突破，伊才会使去香港跟新加坡。但大陆是甲咱讲同款话呢。
这是一个警讯，我还是要强调警讯。我唔是讲即马就会去，所以大家嘛免讲哦，洪子仁你拢讲这哦，他敢若大陆最好咱会去，唔是，我唔是这个代志。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咱台湾的护理师的薪水若无法度佮继续提悬的时阵，你早晚互学嘛。但是我讲敢对？他昨苏经济也所讲的，就是讲，这个根本的这个军员就是健保内面对着护理师的贡献。算的这个方式无甲算入去。我来讲吼，算来算去吼，拢无要紧啦。但是为我的角度吼来看，就是种咱的健保就是一个总压嘛，总压啦，总额预算制度总压啦。你总压若是吼无法度变大的时阵，你内面吼恁规个师咧拍来拍去，恁这叫往内互打，这拢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证明我嘛要甲你报告吼，咱的突破就是讲。咱的总额爱增加嘛，成长率爱悬，就成长率爱有够嘛。像今年可能是5.5，但是咱过去22年来，咱的总额预算制度的成长率平均干那是3.4尔，但是咱的总额预算制度之前的成长率是14%，所以你成长率无够，钱迄笔钱无够的时阵，你搁哪甲护理师的点数甲提好悬，会使啊。啊，就电池就搁拍一尔嘛，伊你钱是固定的嘛，所以我唔知好友讲要把点值先保护掉0.95，这爱保护掉，因为阮即马做基准啦，对吧？你即马炒偌济呢？我甲恁讲，即马炒0.88啦，0.88甲0.95吼，看起来差0.07尔，对不对？但是以我们星光医院这种等级的这种大型医院来讲吼，炒一年差5亿啦。5亿新台币，你若讲安尼，差5亿啊！我甲恁讲吼，阮今年吼甲新光病院2000几个员工起薪水起4%外吼，一年差加开8000万至9000万啦。所以恁就看会出来讲，今日若是讲阮的这个财务的收入若是有够的时阵，当然一定会甲护理人员加薪嘛。为什么？真简单，因为你无加薪，别人加薪，人就走啊嘛。所以我是感觉讲正本清源之道。政府爱看会到，即马这病有啦，这个咱的这个卫福部长啦，还是这个副部长拢有讲实际的增长率吼，来到8.实际的啦吼，8.13%啦，佮加来加去啦吼，真啊，伊讲已经对5.5，阮看到吼是安尼，伊安尼讲啦，伊讲吼。长期目标是1.1啦，吼，啊，即马目前的目标是政府的公务预算来补助，我知，吼，啊，卫福部哦，健保署啦，讲全部合计哦，合计啊，讲才增加712亿，吼，这实际的成长率才8.13%啦，吼，安尼真好啊，所以吼，明年应该大家进行。达到0.95应该绝对无问题啊嘛！既然成长率较悬，摕较侪钱落落去，安尼个无法度到0.95吗？啊，但是你即摆看哦，虽然咱的议长讲要达到这0.95，但是我感觉因咧讲的时阵嘛是有一点仔念嘛哦，嘛是唔敢完全讲一定会到这个0.95，所以我感觉阮医界诉求0.95这个基本盘，而且0.95有一个前提哦，你袂使讲先甲阮的点数拢扣了，再讲啊你有0.95，这是袂使用什么摊扣啥种，吼不符合法令的方式，甲阮点数摊扣完达到0.9，迄拢无算哦，就是原始的资料爱到0.95，这才有损失。是，我要等来哦，第一线哦，辉霆哦，恁第一线除了加薪、职业的尊严，恁讲有实际的困难，人有人讲啊无欠人，我就直接小等可能副组也是这个护理师长会当表达意见。我规矩去外口外国来招人入来，像中国去招咱共款，咱嘛来招会晓英语的来做护理师，这有通无？我感觉无通诶，讲话都袂通啊。像看护好啊，伊也是菲律宾诶，也是外国诶来，阿嬷都无爱甲伊讲话啊，毋知要讲啥，阿嬷就讲伊咧讲啥我听无，我咧讲啥伊嘛听无。那做副添即摆实际上已经咧发生啊啦，吼啊无法度嘛要乱传准路啦，吼因为你言语袂通啊，用笔的做讲的吼，无法度啊嘛是有啦，吼外国的即印尼的移工啦，还是即个。菲律宾的移工、越南的移工，咧做副添的真济，啊不过呢，做护理师，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语言的问题。对。
医院的问题。啊，会拖累到恁的薪资的成长的。会，因为伊一定会甲薪水拢降低，无法度啊提悬。过来，伊会感觉讲伊这耐操的，所以加一家病人互伊，伊拢袂爱。安尼影响阮的整个的劳动市场，会较无好。护理师你安怎看？这当然嘛影响到专业的问题啊！你拄仔讲的看护迄吼，因为拢是迄叫做辅助人员呐，是有人咧替你顾的。啊，问题是你想看觅，你也是大医，你边仔看的都是护理师呢。啊，如果一个外籍护理师，他有没有办法很快的警讯这个生命的危险？这是影响是整个的社会呢，唔是阮外的尔。我感觉全台湾人应该拢无爱你，互一个外国的护理师来甲你顾吧。啊，我其实是较想要呼应拄啊，副院长讲的吼，其实这个中国跟我们招手这个警讯啊，虽然吴明贤院长是讲你免烦恼，对，因为护理师袂去遐做护士，问题是咱现在去互下手招去的都是高阶的做护理行政的。是把我们最精英的留到那里，教他们做这些，这就是中国大陆上爱做的套养杀嘛。一给你招去那里，叫你帮他开病房，教他的护理师做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就把你踢走了。你的 know how 都不好 Q 起啊，这才是最重要的警讯呢。你基本上护理师去遐还是要考他的执照，薪水够加给当然人嘛不爱去。问题是咱今嘛去的拢是做主管呐。你边第一线照顾病人，所以边考护理师执照啊，这样。所以今嘛这个警讯，我是真的100%副院长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是会实际来发生的。已经有发生啊，已经有啊。问题是今嘛是人。其实我问过我伫厦门的长庚医院的学姐，伊有甲我讲，我讲，即马因为台湾有一个新闻讲有大陆迄边的护理师讲要叫阮过去，就安尼敢有通？伊讲应该是会使，因为因敢登记。咱得用咱的这脚去登记，啊，够注册，没有，他也是要注册，注册完了之后，他们通过他们好像各个省份不大一样，过去他们 OK 就可以开始做了。哦，免客气啊。对啊，没有考试是主管阶级，如果你要上到督导还是护理长，迄边爱管理阶级还爱考试，啊无其他甲摕咱的护士的执照去登记，啊甲注册就会使啊。你有一阵啊吼，咱的技术啦，吼，飞飞行机的技术啊，走去中国吼。即马显然看起来，伊个开始即个趋势，在护理人员啊开始咧向中国咧飞去吼。苏先生，你看了即个趋势，也有人讲啊无，即 AI 咧创啥物？哦 ，AI 应该会当来照顾病人，我想袂晓咧 AI 要来照顾病人。其实即摆咱有当时有一寡病院已经开始用这个科技来协助咱的护理人员，吼，伊的工课卖甲重。譬如讲，你也知咱即摆病院护理人员吼，伊可能我做8点钟，可能2点钟、3点钟吼，咧做这文书作业，你知啊？咱写吼有够麻烦。我感觉这个表单来写吼，即摆有的病院伊就发明讲，哦，我有一个程式，还是我有一个 pad， 伊会协助你来写。基本上你现在人工 AI 做搞的嘛，所以其实你会一个 term， 伊就知影安怎帮你写护理的记录，啊，你用看，你用减做你的时间。啊，即摆嘛愈来愈侪吼，有诶迄像讲，伊应该咱遮因讲像讲智慧病房安尼。其实呢，我毋免一个人去看讲，啊，伊即摆哦，伊这心跳啥物啊，什物是伊生理症状敢 OK， 伊即摆有什么一个写。伊变成讲，我用甲遮个连线，伊即摆记录，每一个人拢来我的护理站的时候，我用看到，吼。啊，如果安尼看，我是毋是用省我的时间？所以这用帮助啦，就讲我用甲我的工课一部分互伊，可是你用无办法讲，就是讲护理这个工课有当时嘛是爱人，比如讲，即摆有诶连分药啊，嘛用互那个互机器人哦。你会记得迄个 COVID 期间啊？ COVID 期间迄当阵啊，美国迄头一个病人嘛，因为迄当阵这个病毋知偌严重啊，所以一来你会记得伊当阵送迄个病人是一个感觉隔离舱哦，感觉太空迄个胶囊啊，甲送迄个病人，啊，可是伊
迄当阵送药啊，就是一个鸡翅，让入去开入去爱互伊，伊就来食。嘛是会通啦，后摆可能伊开去每一个，像即摆迄餐厅送餐嘛吼，嘛做侪去，啊就开，啊这是你的，啊你摕我即摆开始开，甲你讲哦，所以黄色的这粒啊，你即摆有食无？好食。我用镜头因看我讲，后摆是有机会，可即摆无做过安尼。可是因讲即摆已经开始做，就是咱用即摆科技用帮助因的，互因这文书的处理工作较少。啊，即摆监视性的这个工作，有当时有一个机器帮你帮助，互你变讲一直在紧张，好像我一人爱顾遮尔济，啊，可是搁较是一个在工课，可能也是爱等那科技搁较进步就啊，较有可能。啊，可是伊嘛是一个人力较密集的工课，所以你讲完全用 AI 啊，还是用机器人来取代，有较困难啦。嘛无法乐观啦。可是我先讲，我感觉嘛是，莫想讲咱能叫外国人来做咱的护理师，讲较困难啦。因为第一，伊要英语，人英语系的国家欠人，佫欠到我凶，钱遐悬。我今仔拄啊互因看一个新闻嘛，毋是新闻，我朋友啊喺脸书传一个甲我讲，我这个职缺吼，就是台北的美国学校啊，咧招迄个学校的护士、校护。你知影一个月的薪水偌济无？偌济？17万。非常啊，赶紧去。我迄当阵我因看因计是1万，我讲毋是哦，是17万，我嘿，一个月。伊无特别写爱英文，又讲学历的真正去考虑。啊是安那，我感觉17万无超过，是安那，因为我朋友伫美国做护理师嘛，伊一年的年薪嘛差不多200万的台票嘛，所以咱算落来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讲伊还英语，伊应该袂来台湾啦。啊，所以伊要来台湾，你想看嘛？唔上来，我就想无啊。我进来考牌好啦，来副座要甲你请教，头仔我听吼，毋知对啊毋对，意思就是讲，其实咱的总额爱增加，若无增加，其实是挂来挂去，往来互拍是。但是刷来结果是中年来增加了后，咱的健保费嘛爱加纳嘛。是啊，咱到上后尾，咱可能。在世界著称，讲台湾的健保医疗水准搁俗又搁赞又搁安怎？这项代志是毋是会消失？就是吼，即马就是讲咱的健保就是讲俗搁赞吼，甲咱拢害甲要翘起，就是安尼啦。你想看一个代志吼，日本吼因投资因的医疗吼，一年是11%嘛，因的经常性医药卫生支出占 GDP 是11%嘛，韩国是8%嘛。咱台湾是6.2而已嘛，所以咱的比例就是较少嘛。啊，比例较少，咱做了已经袂歹，大家拢甲咱称赞讲咱做了袂歹。但是大家吼，根据我的研究吼，咱好是好喺度，我甲你讲吼，看病有3个，我讲，看得见、看得起、爱看得好、爱看会到哦，看会到，这咱绝对世界第一的，好有够方便的，大病医小诊所到处拢是，绝对讲看得见、看得起，也袂伤贵，吼，这诊所50块。迄个市立医院挂号位到即马够50块尔，谁会看不起？这都无问题。但是咱即马的问题是咧看得好，看得好是咧比啥？比讲咱甲国外来比，咱的平均余命有比人较悬无？新生儿死亡率有比人较低无？癌症5年存活率有比人较好无？疾病别死亡率有比人较低无？我甲恁报告吼，这第3项比起来，咱全世界吼《Lancet》杂志甲咱讲，咱才排37名啦。哎呦，亚洲来讲，咱输3个国家啦。第2就日本啦，第2就是新加坡，第3就是韩国嘛。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讲，咱这个健保即马用遮低的这个钱去甲咱照顾咱民众的健康，虽然看会到，嘛看会起，但是即马吼，这个指标并不是雄厚的。所以我们在呼吁讲，这个钱爱甲适度的增加者，才有法度做了更较好。这第1点。第2点就是讲，我是反对讲吼外国的这个护士来咱台湾注册做护士这个代志，这绝对莫讲啊啦。为什么？咱家己有30万的护士呢，啊，咱即马18万的人伫医疗工作嘛，啊，咱有偌济，咱上无有12万的人，咱若是讲甲薪水甲提悬一个，这12万的人卖偌济啦，来2万人，就解决阮即摆的问题。因为卫福部有在算嘛，伊咱即摆缺额啦吼，若要达到这护病比，差24000多人，24000人啊，24000人是啥物意思？就大概就是讲。差不多是5%左右，5% 到6% 的即寡
有资格的人会使转来咱的第一线，阮就解决问题。所以我感觉正本清源之道就是要提高薪资。但是我赞成一个代志，就是讲外国，外国不管是南向的什么国家，对经济上无咱较好的国家，因若有即个护理的相关的训练，咱国家爱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欢迎因的人，即少年的来咱遮做护理师的助理啦，护理助理、护理师的助理，咱的护士就出嘴的啦，啊，动手的就是助理去做啦。新加坡就是安尼，你去看新加坡的注册护士拢是因本国人哦，但是下骹有伊的助手叫护理助理，assistant， nursing 的 assistant， 就是伊的护理师的助理，啊，助理佐理员，啊，这佐理员拢都位，就是什么菲律宾啊、斯里兰卡啦，什么这以外围的国家咧，所以咱即摆欠的是欠这个动手的这个助理员，这助理员乃使来我感觉咱的护士就更不想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伊就免亲自去伊就是动头脑的，伊就动头脑的啊去指挥伊的这助理员去做这寡代志。我相信我安尼讲，这个会庭，你一张我安尼讲有道理，就是讲每一个护理下骹拢配一个助理员，互你使唤啦，你会感觉安尼你的头路，你不然不是早干啊。卖讲帮助啦，伙伴啦，多一个伙伴来帮你啦。教育部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他们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进来，然后可以经过专业的实习跟训练，然后愿意留下来就当我们的护主人员。对。现在目前有这样很多那个证照，没有养护中心都有啊，养护中心养护中心有，啊，迄是主要就是为外国招来做照服员的啦，医院的迄个护理助理还没开始，今麦才开始训练啦，这就是也是这12项政策都会讲的 skill mix 嘛。啊，你会像他副组安尼讲，安尼我就动嘴。我就免动手，我可能会心情较好。无可能啦，啊，毋过生活照顾有人，我听起来真迷人啊。但是我是讲啊，迄个17万的校护较迷人呢。对啊，啊，毋过敢若欠一个啊，敢若欠一个啊。啊，宋怡啊，还有其他的无？先甲阮小解释。先报迄个，其实我感觉来对我讲，其实即马从大的迄个是因为因家己有足侪职业的选择。你也感觉要做头家，我即马有一寡开迄居护所，还是其实嘛做了养护中心，啥拢袂歹。啊，所以爱想讲，感觉讲家己有对这份头路，我感觉统尾也是回到人格特质。你有介意帮助别人的这个工作工课无？我看有的人就讲，无我去看面线，迄人唔是跟你讲看面线一个月嘛5万8。一直看就好啊。就做 Uber 嘛。系啊，嘛无风险嘛，对不对？你讲你要加卡一条大肠，敢袂安那？袂安那嘛，对不对？所以伊嘛是有钱。但是你若做护理师，加卡一条大肠，你就麻烦。系啊，就是讲，所以我想啊，白可能钱，假使讲你加1万好啊，你后摆伊5万8，你2万8好啊。可是伊无风险，你有呢？啊，你想要买站遮？我嘛第一就是讲，我感觉讲我用帮助别人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我感觉我的人格特质就是安尼。第二，这是一个成就感，就是讲我感觉是讲我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爱认同讲，伊是一个专业人士，伊是爱经过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的训练，伊这样去做的工课，伊是一个专业人士。第二个，伊是有帮助别人的这个特质，伊才来做这。大家想讲，这个人你来联想，伊是安尼的人，慢慢，咱的社会就想讲啊，原来这阵人就是安尼，伊在留的这个工作的职缺点员，啊，伊才会感觉我咱遮毋是感觉做，你就讲迄早干，这样之前有人做早干来做呢。你讲，叫伊讲这个病人你紧困，你讲不爱，你现在不爱困，我即摆搁你打电动还袂过关，我不爱困，还气甲咧，我甲你过关，凊彩就过。啊，有的人是安尼啊，电火叫什么电灯坏掉啊，拖个啥，叫伊拢叫人来，一直讲叫人来嘛，叫是大旅馆按人领哦，一直提。总我大家拢伊嘛是市人讲，我无水啊。系啊，所以。总讲你也一直讲别人是用安尼来看，你后摆就无人顾你。啊，总讲你也愿意想讲，伊就是一个专业，人训练足困难，这样来遮，伊是真热心，伊来帮你。你若安尼看，我感觉愿意留在遮人才会愈来愈济。我有一个想法，毋知在座4位安怎想吼，就是讲职业当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改变。不管是人心会改变。薪资的结构也会改变，待遇甚至民众对这个职业的看法也会改变。
所以以早咱认为讲啊，这60%从业人员，其实已经是当年以来拢维持咧60%。那么按呢现不现就无够。虽然副座头仔讲，咱加薪可能会当增加差不多差不多算2%好啦。我有头仔在入学的时阵，我就先体检讲，恁就真正要来读的时阵，我互你一寡诱因，吼，你读了后，互你出业，我会当来补充，你会当好好来做这道，吼，像这个我讲，无一定是相关啊，比如讲公医，你来入学的时阵，你就是公医，你要接受派任，那有迄个公费的这个护理师无？有，问题是即马人无要去读，连注册率拢不到20%啊。有啊，即马已经有啊。若搁加较悬，你感觉较有效？其实这就是整个咧讲的嘛，薪水嘛，职业尊严，这是上重要的呀。即马公益嘛有啊，问题是大家嘛就歹去做公益啊。我咧读，之前有一个公益读5年啊4年去退学呢，退学啊，讲去联考啊。所以啊，然后还有那个暴力的事件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抵挡。所以还是去做校医较好。其实即摆政府嘛有拢咧做一寡改进啊，比如说12项内底嘛有一寡，咱是毋是家己的工课吼，做莫跟遮长，咱讲较侪心态。